大家好，我係陳瑞並心理治療博士。今日同大家探討嘅係守護精神健康由自己做起系列，主題：患病兒童及家人精神心理健康。每年5月係母親節，6月1號係國際兒童節，接住就係父親節。當家庭正係面對孩子患上重病嘅時候，相信身為父母嘅人士更加觸景生情，百感交集。當家庭遇到子女患上重病嘅時候，家庭成員每一位都會面對嘅壓力係不足為外人道。作為佢哋嘅親友、朋友、同事、上司或者協助者，我哋點樣可以協助佢哋渡過呢個難關，令到佢哋感到被聆聽、被理解、被尊重，獲得適切嘅協助呢？呢一集淺談患病兒童同家人嘅精神心理健康，同埋分享守護精神心理健康嘅方法。喺5月嘅一個週末嘅下晝，我應邀為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嘅慈善基金舉辦嘅義工活動裏面，主講有關患病兒童同家人嘅精神心理健康。喺當日得到佢嘅同意，我選取咗其中一個家庭嘅網上分享片段作為呢個培訓嘅內容。而呢個片段個主題就係在一起才是家，就不如由呢一個真人真事，我哋開始理解下患病兒童同佢哋家人所面對嘅壓力。主人翁係年僅8歲嘅 Rachel， 佢不單患上腦腫瘤嘅疾病，甚至需要接受多次手術同埋治療。面對呢個家庭嘅突變，Rachel 嘅爸爸媽媽疲於奔命咁去照顧 Rachel 同埋年僅3歲嘅仔仔。媽媽就全程照顧 Rachel， 爸爸返工之前就一早要送弟弟返學，放學之後弟弟就留喺親戚嘅屋企裏面啦。面對呢一個突變，每一個人嘅內心世界係點樣嘅呢？當家中有一位成員係患病嘅時候，真係一人患病，全家共振。而呢個震撼，特別如果當發生喺年幼嘅子女身上，佢衝擊咗每一個人嘅內心世界。俾我哋聽一聽每一位成員嘅內心世界。Rachel 嘅細佬喺佢分享片段裏面話：我好擔心啊，我覺得好唔開心。我見到啲同學有媽咪，但係我就要放學嘅時候去親戚屋企裏面。Rachel 佢嘅分享：我好唔開心，我知道媽媽好辛苦，我永遠都唔會離開你嘅細佬。而媽媽嘅內心世界就盤旋呢一番嘅說話。仔仔話咩地方都唔想去，淨係想同我哋一齊。我感到好內疚。爸爸喺片段裏面都分享到，見到 Rachel 嘅腦腫瘤嘅情況，佢話個腫瘤好大，成個波咁大。佢感嘆咁話：維持到個家，家就係我哋動力去面對呢啲嘅挑戰。一人患病，全家共振。腦腫瘤呢個疾病不單止威脅咗 Rachel 嘅生命，同時直接威脅其他3位家庭成員嘅身心健康。首先，佢威脅咗 Rachel 細佬嘅身心健康嘅成長。喺發展心理學研究裏面指出，幼童成長最需要嘅係一個安穩嘅環境，能夠同父母建立穩固嘅依附關係，先可以喺日後人際關係方面建立一個良好嘅基礎。好可惜，
有研究會顯示，不少父母遇到自己嘅子女患病嘅時候，特別花好多心力要照顧有重病嘅子女，不其然亦不自覺忽略咗另一位子女嘅成長嘅需要，甚至有啲嘅家庭將另一位細路仔當為縮水嘅大人，好希望佢哋好生性，好明白當時嘅情況。但係當父母長期忽略咗細路仔嘅成長心理嘅需要嘅時候，有機會就會造成咗早年嘅創傷，破壞咗親子同埋兄弟姊妹間嘅親情。而幸好 Rachel 媽媽同佢爸爸好早發現同埋理解到 Rachel 細佬嘅成長嘅心理需要，同埋正視佢哋嘅困局，喺社工嘅協助之下，安排咗佢哋入住麥當勞叔叔之家，令到佢哋一家人喺陪伴 Rachel 接受治療嘅時候，都能夠住埋一齊，方便互相照顧，亦回應到 Rachel 細佬裏面佢有心理身心嘅成長需要。面對人生嘅改變，可以產生不同嘅程度嘅心理壓力。咁面對女女佢患咗重病，家庭嘅變遷，究竟對 Rachel 同埋爸爸嘅心理衝擊壓力又會造成點樣呢？我哋試一試透過 HomeRay 嘅人生轉變壓力量表去淺談一下。根據 HomeRay's Life Stress Inventory 嘅壓力量表，佢哋列出43項生活改變嘅事項，指出呢啲事項係可以誘發不同程度嘅壓力感。佢哋甚至計出每一個生活事件嘅壓力指數。如果我哋粗略加起過去一年自己嘅人生改變裡面嘅指數加起嚟嘅時候呢，甚至可以估計未來一年自己會唔會有機會患上重病嘅喎。讓我哋停一停，諗一諗，當家人患上重病，其實不難想像可能面對好多項因為患病而產生嘅連串生活事件，當中可能係包括職務重新要調整啦，財務狀況嘅改變，生活社交活動嘅改變，生活環境嘅改變，甚至要搬家。以上一年內嘅改變都可以引發高程度嘅壓力感，有機會誘發患上重病嘅機會率。從心理學角度嚟睇，壓力係我哋生活環境變化嘅一種心理反應。當我哋因應環境嘅要求作出相應嘅行為嘅改變或者調整，我哋心理上自然就會產生咗緊張甚至焦慮，而嗰件生活嘅事件就成為我哋嘅壓力嘅源頭，亦即係壓力源。當我哋自覺適應困難，好難招架，會產生無力感，或者誘發自尊受到威脅嘅情緒嘅反應，而身心就會引發連鎖嘅反應，呢啲就係壓力嘅反應。心理嘅反應就會包括咗緊張啦、焦慮啦、害怕啦、不安啦。生理上嘅反應就包括心跳加速、冒汗啦、手腳發抖等等。我哋停一停，睇返 Rachel 嘅家庭嘅改變突變。Rachel 媽媽嘅分享令到我哋感受到佢長期處於高度嘅情緒嘅警覺嘅狀態，包括有焦慮啦、擔心嗰個嘅 Rachel 嘅健康情況啦，有內疚嘅感覺啦，覺得好似照顧或者係照顧唔到弟弟嗰個需要啦，有恐懼啊、無助嘅感覺。只要當長期處於高情緒嘅狀態，有增無減嘅時候，會有機會就誘發咗潛在嘅精神疾患，影響我哋嘅表現同埋我哋嘅效率，就會受到嚴重嘅降低㗎啦。
當我哋遇到突發嘅人生轉變，最容易受到衝擊嘅咧，就係我哋嘅精神心理健康。要做到轉危為機，我哋必須懂得守護精神心理健康，掌握情緒管理方法，同埋主動尋求協助。第一，我哋要建立一個良好嘅有效嘅精神健康急救箱。相信我哋家裏面每一個家庭都會有一個小型嘅急救箱，裏面有膠布啊、止痛退熱等等嘅藥品，去處理我哋身體受傷或者感到不適嘅情況。但係如果心理上出現咗問題，例如感到焦慮啊、抑鬱啊，我哋其實知唔知道點樣去處理嘅呢？就讓我哋停一停，諗一諗，我哋自己有冇一個有效嘅個人精神健康急救箱？以下就係一啲嘅問題，幫助你去檢視啦。例如，當日喺日常生活受到影響，情緒感覺到高漲，例如好焦躁不安啊，甚至引致自己失眠，我會唔會懂得去應對嘅策略呢？有咩策略啊？例如包括我會唔會識分散注意力，約朋友或者做運動，避免咗淨係只關注唔開心嘅事情呢？有冇掌握到深呼吸嘅方法係其實有效減少身體嘅過敏嘅反應，或者透過我哋而家坊間都好常鼓勵用嘅靜觀嘅練習，令到自己可以專注當下呢？如果遇到當情緒困擾咗一段時間啦，包括2個星期或者以上，情況都冇改善到喎，心情好低落、好焦躁、好容易掹震，我哋有冇提供心理輔導或者支援嘅資料，幫助我哋去主動去尋求適當嘅指引輔導呢？甚至會唔會有資料令到自己可以進一步得到專業嘅精神科嘅服務呢？當遇到好危急嘅情況之下，例如有任何係危險嘅想法或者行為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掌握到提供緊急心理支援嘅聯絡資料，幫助我哋去掌控當下危險嘅情況，唔好俾佢發生呢？其實主動尋找協助係一個成長嘅過程，一個重要嘅學習課題，亦係我哋自己對自己身心健康負責一個成熟嘅表現嚟嘅。呢度我就簡單同大家分享一個深呼吸嘅方法，減少身體過敏嘅反應。呢個資料係嚟自職安局，佢建議嘅3個步驟就係個呼吸減壓法4、7、8。首先吸氣4秒，跟住閉氣深數7秒，然後將啲氣呼出嚟，用8秒嘅時間。4、7、8加埋就係唔夠20秒，如1分鐘有60秒嘅時候，其實我哋只要做呢一組嘅深呼吸嘅呼吸方法，3至5分鐘就已經可以有效將我哋緊張啊嘅壓力嘅反應可以舒緩。都希望大家能夠平時多練習呢個深呼吸嘅方法，可以減少我哋身體過敏嘅反應。作為當事人嘅家人、親戚、朋友、同事、上司或者係協助者，我哋嘅角色係點樣可以
協助佢哋渡過難關呢？令到佢哋覺得係被聆聽、被理解同埋尊重，而獲得適切嘅協助呢？我相信聆聽係非常之重要，但係聆聽之餘，我哋記住係不共振。假如我哋感覺到自己心境係平安，有能力去當呢個聆聽者，我哋就可以創造一個安靜嘅環境，不被打擾，讓當事人打開心窗，安穩咁去講佢哋自己嘅心理上嘅壓力反應同埋症狀。喺聆聽嘅過程中，我哋需要全心全意，提供安穩寧靜嘅空間，好專注去聆聽當事人嘅心聲。我哋要善於用身體語言，包括眼神嘅接觸啦、點頭啦、複述當事人嘅描述等等。喺聆聽過程中，我哋記住避免俾批判性嘅評論。我哋要明白每一個人嘅經歷都唔同，切勿否定當事人嘅當下嘅情緒反應，甚至我哋要避免急於提供答案，因為過於急於提供答案俾當事人，某個程度上係反映自己係不自覺咁被對方嘅情緒、想法或者行為所衝擊。我哋要明白情緒疏導係需要時間，亦讓當事人明白佢自己係需要容許自己透過時間去感受佢哋自己嘅情緒，能夠接納自己有呢個情緒嘅感覺，不批判嘅時候，反而創造咗一個空間俾當事人去了解同埋去接受，甚至係有能力去面對。除咗係作為聆聽者之外咧，如果我哋自己覺得我哋未能夠有呢一個嘅能力，或者個環境之下唔容許自己擔當個聆聽者嘅角色，其實我哋係唔需要擔心，我哋仍然可以幫助佢哋。我哋可以提供心理支援服務嘅資料啦，去鼓勵佢哋尋求進一步嘅支援。我哋可以善用以下嘅服務，包括善用24小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或者係致電照顧者支援熱線182-183，或者香港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2255，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4小時情緒支援熱線23892222。當家庭遇到突發性嘅不幸事件當中，例如今日嘅課題就係當家中嘅兒童患上重病，對我哋嘅精神心理係造成嚴重嘅衝擊同埋傷害。我哋通過呢一個嘅系列主題，希望能夠淺談患病兒童同埋家人嘅精神心理健康，分享一啲守護精神心理健康嘅方法。作為關心佢哋嘅親人、同事或者協助者，無論係直接或者間接，我哋都可以提供適當嘅心理支援，預防當事人嘅情緒同埋身心健康嘅惡化，並能夠及早提供適切嘅協助，轉危為機。祝大家身心健康，守護精神健康，由自己做起。